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咧，近期上映兩部好受歡迎，而且同樣都係以食為題材嘅作品嘅電影版，就係《摘星廚神巴黎夢》同埋《孤獨的美食家》。今日兩部一齊講。作為外貿協會會員咧，我會先講俊男木村拓哉嗰部《摘星廚神》嘅。今次呢個電影版平心而論編得好一般啊，可以講話咧係毫無驚喜。故事集中咗喺木村拓哉點樣由一個死硬派固執嘅天才廚神進化為一個識得靈活變通嘅米芝蓮三星廚神。劇情發展咧係冇驚喜嘅，甚至乎有啲老土。唯一嘅噱頭咧就係嗰場贏得三星嘅晚餐，菜式的確係有創意有心思。而對於木村嘅影迷或者係呢套日劇嘅忠實粉絲咧，我諗睇就係支持偶像、支持劇集啦。喺電影院輕輕鬆鬆個半鐘，冇壓力嘅娛樂，但唔睇咧唔係損失。老實講，以前 TVB 舊劇《美味情緣》，我覺得更加得意，更加窩心。而越南導演陳英雄嘅《The Taste of Things》咧，就更加有心意。如果你仲未睇過呢套電影咧，我推薦你留意呢部電影。至於孤獨的美食家咧，我覺得反而係有驚喜嘅。呢位我眼中嘅大胃王啊，我真係好羨慕佢可以食極都唔肥。故事咧係講述佢去法國公幹啦，獲得一項任務，而喺佢尋找食材還原美味之間咧，就加插咗一啲趣事，同埋混入咗一啲歷險奇遇嘅元素，所以咧為觀眾增添咗一啲樂趣，唔會太沉悶。但電影裏面嘅佳肴咧就冇木村嗰一部咁精緻吸睛啦，而係一啲比較樸實地道嘅美食。可以講話兩部電影嘅分別咧就係新派同埋傳統美食兩者嘅展現。尋找難忘媽媽的味道嗰位老人家嘅角色咧，我諗係要話俾我哋聽，最美味嘅往往都唔係啲咩珍饈百味，反而咧就係最平凡，甚至乎連烹調咧都唔專業，但就承載住人情味同回憶嘅。